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来听堂的时间呢。我是今日要教大家运动的大 A 老师。今日我要教大家是居家有氧的动作哦。居家有氧运动可以提高你的心脏还有肺部训练的功能哦。等下大家就停在线上看下来运动哦。做运动前，我要带大家要看下来做可以用你眼神一起来的动作哦。等下就停在线上看下来暖身。你第一个动作原地踏步。我记得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要向前面。你的脚趾头要变强松。你的两只手要压得，两只手到你腰围旁边左右的摇动。你有好不好嘛？你两只手可以慢慢的老动作变较抬起来。你可以让你的大脚臂再个卡卡口袋位。注意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你要来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你可以往高方向，用你的肩头向前直前。就会刚好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再好好的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第二只可以让你热身的动作，就会到你的左右踏步。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要向前面，两只手向后摇动之后记得体格的头肌哦。可以慢慢的用你的屁股接起，用再慢慢的吐气。你要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记得你的同手同脚哦。你慢慢的让你的手离较太前一些嘞。就会刚好，还可以嘛？你拿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老手，比较细前的位，再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大家慢慢的再来到原地踏步，调整体格的头肌，你再过一摆哦，大家加油，两只手向下前后的摇动。加上你的肩头直前，再4摆，左右踏步，加上你的肩头同样向后直前，然后你的手慢慢的卡到口袋位，然后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注意体格的头肌哦，慢慢的让你的手离较细前的位，再让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再来4刀、2刀，前后1刀，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大家有让你体格身体热起来嘛？你走了，前后1摆好嘛？加油哦！两只手，你的肩头直前，再4刀，前后1摆，左右踏步，肩头直前，用手卡起来，你向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，跌较细前的位，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大家好好的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
安尼大家可以两只手打开来，两只手慢慢的放下来，安尼慢慢的屁股可以接起，用再吐气，再个2摆，慢慢的吐气，安尼轻后1摆，慢慢的吐气。安尼就大家我向下来做做运动了。今日要教大家是拳击有氧。拳击有氧的2只动作哦。拳击有氧加强度较高，故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调整自家的头气，是非常的重要的哦。大家2只脚打开来，停停身上向下，慢慢的停停练音乐，慢慢的摇头哦。记得你的2只脚趾头不用强松，脚太横来哦。2只手压定，你的骨头最多，你的再老屁股的骨头，你可以嘛，好歪的嘛。停停练音乐哦。到位，我先预备时间，我先调整好自家呼吸，你才可以开始哦。再来，吐气。你要搞体再动作咯，你要打出拳。你呢拳呢？你拳的骨头，差不多啦，你的肩头偏高。脚趾头不用强松嘛，记得肚子要竖起来哦。你拳头的方向，你的目珠就要看到前面哦。调整自家的吐气哦。你再来继续，再轻轻多。天气的动作教大家是。左脚拳，右脚拳，要停停音乐嘛。记得你的手掌呢，差不多到你的耳弓的高度，有冇？老手卡在高头的。你的身体已经左右的摇动的，记得你的核心肌群，除了压肚子竖起来哦。再轻轻的8拍，到你的眼腿，慢慢的再不用强松，到的吐气，调整一下自家吐气，2只手压定咯。你要拿2只动作，从头再做一遍咯。准备好吗？还有4、3、2、1。打出拳，前后哦。来到左脚拳，右脚拳，做位当好，再来，慢慢的不用强松，慢慢的吐气哦。大家有咯，你的心脏有知道有个调较强嘛，好好的调整咯。你慢慢的到眼体擦布，先慢慢的调整自家吐气，慢慢的吐气哦。再慢慢的吐气，再慢慢的吐气，眼体擦布。大家有休息一下，有较好嘛？你要再来1摆好吗？大家加油哦！2只手，2只脚打开来，2只手，等你的拳头，停停你的音乐，加油哦！再来4、3、2、1，打出拳。加油！左脚拳，右脚拳，打出拳，加油哦！左脚拳，右脚拳，你知道脚较脚底位嘛？
打侧拳，脚趾头变强松咯。左勾拳，右勾拳，大家做位当好哦。安尼继续打侧拳，左勾拳，右勾拳，擦口加一摆。左勾拳，右勾拳，做位当好，安尼原地踏步，慢慢的用你的速度，慢慢的不用看慢地位，用技术慢慢的打开来，注意体家跳起哦，就知道你的心脏跳较强嘛，慢慢的跳起。慢慢的让佢顺下来，让佢脚打开来，再慢慢的跳起，再慢慢的吐气哦，慢慢的吸气，再慢慢的吐气。刚下教的动作，大家有好歹嘛？等一下做喺停先生，继续做下去哦。今日要教大家係拳击游泳，拳击游泳的动作，数的动作較多哦。你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稳定你的核心肌群，大家停先生，强下来运动哦。大家两隻腳打開來，兩隻手壓定到你的左右屁股的高度。你今日要教的係向旁邊打拳，你的兩隻腳呢，腳趾頭要變強鬆，做得你的兩隻手做開始時係到你的左右屁股的高度，可以。你的手向旁邊打拳的時間，我記得咯，高度要讓你的肩頭差唔多變高哦，冇就可以看到你拳頭的方向。你繼續做下去哦。你要準備完片了。再18拍。你再來到你的中間，兩隻腳，你的腳趾頭，讓你的腳趾向前面，做一個深蹲的動作，讓你的手腕向後，再向下擺鼓下去，都是要數下來哦。你的背囊要打出，加油哦！再個2擺。你要準備打拳，準備完片，中間的深蹲，你的手腕向後，再向下擺鼓下去，繼續旁邊，向旁邊打出拳。準備完片，腳趾頭變強鬆哦，中間深蹲，我記得身體要企上來哦，手腕做唔得，見留到後背哦。再一擺，打拳，準備完片。再來到深蹲了，手腕向後擺，注意體家跳起哦，肚子要豎起來。你慢慢的到原地踏步，讓你慢慢的喘氣，慢慢的調整體家跳起。等下你要全部重新串聯到向下，再做一遍哦。大家要加油哦！你可以兩隻手打開來，調整體家跳起，前後一擺哦。你要準備，你要從頭來了。我記得向旁邊打拳，開始。完片，腳趾頭變強鬆，中間深蹲還記得嗎？打出拳，開的話
可以加上你的强度哦，用你的手老脚向下动作，向下弯片，中间的深蹲，大钳，加上你的脚强度就较高了，弯片。中间，你的深蹲，还有中间休息一下。大家有好玩的嘛？听得音乐，你要继续做下去哦，向下加油，准备好吗？来喽，开始！准备弯片，中间的深蹲，准备大钳，还记得你要加上你的脚，强度拉起来，弯片，中间深蹲。大钳，准备弯片，调整体加头起哦，中间深蹲，大钳，弯片。中间深蹲，不要拿大车咯，大钳，弯片，中间深蹲，做位动好，大家原地踏步，好好的调整体家跳起。大家有流汗的嘛？大家要加油哦！大家做位动好，你两只手向下打开来，慢慢的吐气，两只手慢慢的变下来，两只手再打开来，慢慢的吐气，再加一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做运动过后，要就大家向下来做，可以用你的眼神变强壮的动作哦。你第一个动作可以让你的两只脚打开来，用你的脚趾头，让你的脚趾向前面，用你的一只手卡高，你的手呢可以去靠近你的耳孔，用你的手指向上面，另外一只手到你的腰的旁边变等，大家慢慢的吸气。吐气的时间，你慢慢的身体向旁边，你要存等你的侧腰肌群。记得慢慢的吸气，用你的手卡在高低位，慢慢的吐气，用你的身体慢慢的带转来，手变下来，你要准备往另外一边哦。用你的手卡高，去靠近你的耳孔，手指指到上面，一只手爱到你腰位旁边，慢慢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到你身体的旁边，伸展到人家的位侧腰肌群哦。用你的手来看眼的位，一直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用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，你再多加一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看长的位，吐气，用你的手带转来。你弯片，慢慢的吸气，身体要向上面，吐气向旁边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较长的位，吐气，让你的手打开来。第二个，你的动作，你要同手同脚，让你的一只脚举起来，向下举起来，牵到你体家平衡，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。记得你的脚趾头可以向你体内的方向，
一只动作呢，可以去存到你的大腿前侧，太脚臂前面的股四头肌。记得起蹬的脚要保持有弹性哦。你再停留一下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。你手不用脚不用好了，手不用好了，不用强手。你准备完片，你同手同脚举起来，到你的手的后背，脚要卡稳来哦。以及手要寻到你的平衡。你都冇卡，要找到体架平衡。你的重配，你可以去寻到你冇卡走的、卡稳的走的，你可以撑等你的走的，让你体架找到体架平衡哦，你较安全哦。慢慢的再落脚并下来，你再搁加一摆，往另外一只脚举起来，顺等你抬脚臂前面的股四头肌，慢慢的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等好，你落脚并下来，准备往到另外一片。记得咯，无卡可以撑到你的较安全的走的，找到体架的平衡哦。你的脚趾头要向体内的方向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做位等好，第三只动作，让你的脚到前面，脚举起来，两只手插到腰的旁边，让你的起蹬的脚要一滴滴的慢，让你的手腕向后背翘起来，让你的眼神。慢慢的略略的向前，让手腕翘起来，脚趾举起来，可以存到你抬脚臂后背的腿后肩肌群哦。两只手也可以放到你的抬脚臂的上面，一再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哦。你向下落脚存转了，你往另外一只脚向前面举起来，起蹬的脚，慢慢的略略的保持有弹性。两只手插得，让你的手腕向后背，身体略略的向前。记得你的脚趾要尽量举起来哦，这样可以去伸展到你的腿后肩肌群。再停留一阵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做位等好，你落脚顺转来，两只脚慢慢的不用强松。你可以两只手慢慢的打开来，慢慢的吐气。你的脚趾头可以不用强松，再一度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轻喝一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今日教大家的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嘛？记得当日做停停先生向下来运动哦，你眼神同精神慢慢进来，更好，听懂，俺要的，下拜见。